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偷告，台语安尼写，偷告。有顺序、有排列，排在前面的，首先到达的，台语讲偷告。阮兜真好找，顺这条路过菜红顶，偷告迄间就是阮兜。啊，甲你等一下，生做高墙汉大，排队排列偷告迄个，就是我的后生。啊，规排的机车违规停车，警察来到地，为偷告开始来开单。转伫后壁的，大家赶紧甲机车牵咧走。警察来到地的这个来到地是动词后缀，也就是结尾词接尾语。有一条囡仔歌，囡仔你几岁？我5岁。巡洋车来到地，爸爸妈妈我袂嫁，我要留咧过皇帝。皇帝驾关岛，开始流猪歌。啊，也阁有去到地，伊去到地，管理天地几斤重，就讲冰岛。去到了极点，把桌子翻了。回头过来讲，偷告的告，有一句俗语，人袂告声先告，就是大脑后空讲话真大声，也未看到人先听到声，嘛是咧形容一个人名声透惊声，摆场真大真请赢。啊，若打牌打一鸟被胡，拍牌拍一觉红告，嘛是这字告。这字告背音读到，像到底，你到底找我啥物代志？啊，文音是读到，像知道、签到、就到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偷告实在真趣味。